香港勵志會陳容晚晴中心為香港勵志會旗下嘅一間非牟利長者鄰舍中心。中心秉承天意憐憂草，人間種晚晴嘅理念，發揮長者潛能，培養自信心、互助互愛精神及鼓勵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同社交康樂活動，既為區內長者及護老者提供全人服務，促進佢哋居家安老同埋身心平衡發展。中心為會員同埋社區人士舉辦各類具教育、社交同埋康樂性質嘅班組同埋興趣班活動，例如書法班、瑜伽班、頌缽體驗活動、健體舞班、快樂椅子舞班、素描班、太極班等。另外，中心亦都會定期舉辦戶外旅行、季度生日會同埋專題講座等活動，使長者身心都獲得裨益同埋滿足。中心關顧護老者嘅身心同埋照顧路上嘅需要，為佢哋提供多元化護老者專題講座、減壓康樂活動、參觀社區資源、護老者義工培訓同埋復康用品租借等服務同活動，借此讓護老者喺沉重嘅照顧歷程中獲得喘息同埋減壓嘅機會，同佢哋喺照顧路上並肩同行，讓照顧者工作更得心應手。中心設有特殊需要護老者支援服務，為有高照顧壓力護老者提供情緒同埋心理上嘅支持。本服務為護老者提供唔同層面嘅支援，例如日間短期看護、個人護理、運動訓練、護送、購物等服務，以舒緩護老者嘅照顧壓力同埋需要。中心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同埋護老者提供專業嘅訓練同支援服務，為確診患者提供治療性小組同埋認知訓練活動，延緩佢哋認知退化、穩定情緒同埋提升佢哋嘅能力感。專職社工為長者提供認知評估服務，俾長者能夠及早得到適切嘅支援同埋診斷介入。同時，中心為患者家屬舉辦認知障礙症專題講座，同埋安排服務單位參觀活動，提升護老者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嘅知識、技巧同埋信心，以及對現有服務更能掌握。我哋鼓勵會員關注健康，所以喺中心內設置咗唔同健康器材，例如負重運動儀、單車機同埋骨質密度測試機等，並教授同埋鼓勵佢哋恆常使用，培養運動習慣同埋鍛鍊身體。中心定期舉辦健康講座同埋身體檢查活動，促進佢哋實踐健康生活模式。中心為缺乏求助動機同埋支援網絡薄弱嘅獨居長者、雙老或者三老家庭，提供個案跟進、關懷探訪、情緒支援同埋資源申請等服務，促進佢哋能夠積極咁喺社區生活。我哋鼓勵長者同埋社區人士積極參與義務工作，致力推動關愛與互助嘅社區文化。中心積極招募同埋培訓義工，俾佢哋透過服務為社區注入正能量，為服務區內有需要嘅人士提供上門關懷探訪、院舍互動交流、健康檢查推廣、街站宣傳及支援中心唔同服務及活動。另外，義工透過持續培訓，獲得新知識、技能，攜手建構團隊精神去服務社群。如果你對中心服務有興趣，歡迎你喺中心辦公時間親臨或者致電25680601查詢。